度錦標準備，準備。而家你起步嘅時候咁啊，前面快啲嘅馬咧，見到中外檔咧有呢隻咧就係火箭人㗎，入邊位置係極其妙搶㗎啦。再響大外檔咧仲有點心㗎，跟住個第4位度咧仲有卡通飛機，第5啦，連華生輝啊已經。再出邊嘅位置仲有共創未來就綠色衫嘅後啲嘅馬咧，仲有京基地膽繡球花，出邊呢就係愛跑得啊。再數後邊就係呢個小橋流水啦，綠色進威外檔咧黃衫嗰隻咧就係時尚風采啊。天狗響尾二啊包咗落尾咧就係嗰隻同一世界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中間嘅時候咧，前面點心啊放頭㗎，跟住第2位極其妙火箭人啊，第3啊，後邊第4位卡通飛機啊，撲住個第5啦就係連華生輝喺入邊啊，再後邊仲有共創未來愛跑得啊，京基地膽嗰啲馬入征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點心仲係佔先啲，但係極其妙已經上嚟㗎啦，再中外檔打衝鋒嘅馬咧，見到紅帽就火箭人，出邊藍衫嘅卡通飛機埋邊拍波嚟啦，連華生輝追緊啊，再向出邊位置咧，仲見到共創未來，最後100厘米火箭人啊佔先啦，外邊卡通飛機上緊嚟，再響入邊連華生輝都追緊啊，接近終點嘅時候啦，火箭人鬥緊卡通飛機，第1名要整上好近啊，有卡通飛機火箭人啊，埋邊係呢隻連華生輝啊。咁啊，結果就叮當碼頭，咁啊一路佔先呢，就係紅帽嘅火箭人，外邊係卡通飛機，入邊連華生輝嚟㗎，咁啊終點一步，睇落呢個卡通飛機都好有機會啊！3隻翻嚟啊！卡通飛機轉得幾順喎，一樣。睇就2、3、1啦，第4就會係10耀嘅共創未來。哇！臨尾有一注飛嗰啲繡球花都攞翻啲獎金啊，跑第5。哇！衝落真係唔多喎，連華生輝都慳晒啱晒每一步啦！嗱，佢做翻上次火箭人嘅嘢啊！哦，史卓棟，又係10幾年啦，叢林。啊！真係好嘢，好有信心啊！嗰邊啲人，不過都話你有信心啊，因為係你自己嘅馬啦咁樣。1分08秒84啊！哇！恭喜晒啦！呢隻南非馬。啊！小橋流水翻嚟有少少失望喎，沿路跟住嗰隻京基地膽喺埋邊，但係翻嚟俾落去個反應又